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12月28号礼拜三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26号发生在安南区北安路的套头女死命案，在报案3点钟后，第3分局就锁定嫌犯，展现科学办案、甲团队合作的精神。28号上午，副议长郭信良率领议员前往颁发破案奖金，也勉励员警，予因上大肯定。26号发生在北安路的套头女死命案。警方透过科学办案以及兵分五路、不眠不休的努力之下，在报案了后，第3点钟就锁定嫌犯。28号上午，副议长郭信良也有济议员亲身到第3分局慰问，并且颁奖破案奖金，表达议会对警方的肯定甲支持。因为来到这个案件破案呢，来甲因奖励呢，是要显示着讲哦。这个第3分局针对着案件发生了，伫这短的时间内底，这少的线索内底，这远的距离内底，我当时还未验尸完成进行着破案。这种的精神、甲办案的方法、甲整个的团队，值得议会深入来甲伊表扬，甲因嘉许，这是今仔议会来的目的甲意义。所以议会遮侪同仁来遮，希望。甲因鼓励以外，也希望显示着社会各界唔通再泛滥，法网恢恢，疏而不漏。这个案子我们特别感谢副议长代表议长率议员的团队到我们分局来做慰问。那我们这个案子，我们在短短3个小时里面能够把它侦破并逮捕到嫌犯我们对死者能够告慰在天之灵。那我们对我们维护安南区的治安，我们也有非常大的信心我们也呼吁民众共同来协助我们有发现可疑，随时跟我们通报，我们会全力来做侦查侦办。警方在报案了后3点钟，真紧的破案，关键就伫个死者身上的几张发票、收据，也有会员卡。这嘛展现了警方真早的顶真，也有专业。台南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台南市外勤记者协会中昼举办第13届第2次会员大会，除了票选新任的会员，嘛第1届发行刊物，得到侪工商企业团体响应。该会除了坚持新闻专业以外，嘛肩负社会责任。分别捐助5万块，予台南的2个家扶中心，要予困苦的家庭买当好过年。为了争取新闻自由，甲约束记者品德的新闻自律，所成立的外勤记者协会已经迈入第13届。除了一直坚持媒体专业甲公正，上午第2次会员大会伫票选新任会员甲企业联谊参会当中，嘛肩负社会责任。由理事长赖馆长代表，分别捐赠5万块，予台南南北家扶中心，借此抛砖引玉，希望予困苦人买当好过年。我有看到，去采访的时候看到家扶中心发米，还有发奖金给弱势的朋友他们比较困苦的朋友。我当时看到非常感动我就决定这一次我们这个家扶中心的小朋友，让他们来好好的过年，好好的过年。会中副市长颜顺泽、立委陈天辉、立委叶丁甲新闻处长柯秀芬等贵宾拢到场得意，都是一一摸彩甲记者同乐。会中嘛肯定媒体是社会议题改革的动力，甲监督市政的第4权。加一个动作这个建设，包括咱的铁路地下化、咱的美术馆、咱的棒球村、咱的总图书馆、咱的多功能的会展中心。中央研究院南部院区到规则的地方，机能智慧科学城、离岸的国际影视城，这些呢，拢有真侪这个工作，要互咱这个台南市拓开外分所以我哋招咱大家做一个拜托，咱希望可能咱重视这个报道，会当互咱市民知影到底市政府是咧做啥。
华勤记者协会成立高达嘛第一摆华勤刊物来行销，除了得到府会甲济工商团体响应，毛该会为了广告成务款，会当来帮助更较济弱势。上午伫副市长甲首席顾问等来宾的见证正式出刊，场面相当热烈。但新闻官及何乔芳采访报道。安平路运河边的人行步道，伫个前任市长时代，为着要发展观光，就将人行步道拓宽。但是长期落来，不但使用率低，也造成安平路的道路缩减，影响到车辆的通行。对此，议员李文静就要求市府要重新检讨。安平路是外地民众进入安平的主要道路，不过运河边的人行步道宽度达到4-5米，不但使得道路缩减，车流量无解流通。而且平常时人行步道也真少人行，使用率增加，所以议员李文静希望市府会当重新规划，将步道的宽度缩减，以带动安平地区的发展。即马咱即个安平路的运河边的人行步道这边遮吼，因为伤过宽啦吼，咱甲看拢根本都无半个人咧行，伊使用的几率足低啦吼。因比讲像对面嘛，对面你有公园绿地嘛，所以足侪市民你也去休闲去散步嘛。所以吼，咱安平路即马是一个观光的道路，对安平的一个出入的道路。因为咱呢当初时柯市长虽然伊的构想真好，毋过安尼呢变做讲造成咱安平路的缩小啦。所以咱若对中华西路遐要红灯左转嘛，无可能啊。即马这生意人咧做生意的时阵吼，这嘛影响到即个停车的问题吼。所以影响发展，影响交通，所以咱希望讲因为这款错误的政策，一个当初时的一个好意变成说一个我们空间的浪费，咱希望讲会当甲恢复倒转来原来的这个宽度就好啊，安尼咱安平路就继续宽嘛，安尼对面遮的商店发展的空间，这个特色会更较大嘛，就亲像木月桥以西，因就是照原来的宽度。就无即个问题，所以咱希望讲，即个交通局、干务局、养护课，拢爱做一个检讨，赶紧啦。虽然即个要做运真麻烦来讲，毋过呢，为着长远的一个发展，即个运是爱来解决、爱来做。议员李文静表示，今年市长时代为着发展安平观光，以及让市民会当伫运河散步，所以才将人行步道拓宽。不过，说互原本宽度道不足的安平路交通佫较袂顺，再加上使用的人无济，更加显示空间的浪费。希望市府爱检讨错误的决策。但新闻架山林根采访报道。中西区户政事务所有一支平均年龄73岁志工团队，配合户政事务所创新推出的行动化问卷调查。经过指导之后，拢学会晓运用平板电脑来向民众做问卷调查，真正是无简单。而且，阁有一位服务15档的82岁志工来得到内政部志工因这种的肯定。82岁志工妈妈张郭秀英，为民国90年开始到中西区户政事务所服务到今，已经15档，累计服务时数已经超过2000点钟。今年得到内政部志愿服务因一奖，相当无简单。而一开始成为厝内的事实，惊伊一个人伫厝的无聊，才会鼓励伊出来做志工。想袂到煞愈做愈有兴趣。遮一日安尼看人大家对遮老人服务啦毋捌字的服务，安尼我感觉足好的身体愈健康啦同款是年岁真大的阿满姨，是英法族志工队的队长，配合着中西区户政事务所推出的行动化问卷调查，后来办公的民众用平板电脑进行满意度的评分，以作为服务品质的改进。对伊来讲，操作平板电脑一点仔拢袂困难。无啥物困难，阮主任讲的时阮就伫遐咧学，学我还没我。从来就毋捌用这嘛，落手咧学随讲拢知影啦，很简单啦。借着平板电脑进行服务品质的满意度调查，不但更加符合现在异化的时代，而且也迅速让这寡高龄的志工妈妈练习平板电脑的操作，加入时下网络世界。但新闻站山林根采访报道。
今群节马上登来新闻现场。正确开启车门很重要，不然怎么开呀？下车要转头注意后方来车，再慢慢开车门。这是两段开车门啦，两段式开车门，两段式开车门，两段式开车门，因为很多要说要说3次。打开一本书，每页在发亮，文字变鱼儿，游在大海洋，充满了。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台湾晚从音乐剧川儿来到台南巡回，由导演郑慧成甲编剧彭恰恰带领该剧的演员前往台南一中进行创作分享，现场学生拢看甲非常入迷。川儿故事原型出自彭恰恰的构想，原本是以电影剧本来做创作，但是导演郑慧成甲音乐家李哲义被川儿剧情感动，决定参与川儿制作，甲彭恰恰做伙将该剧改编为音乐剧本版。为2015年，伫国家表演艺术中心为武爷支持之下，顺利首演到即马，已经累积破万的观众。得到真好的评价。这一个的剧本的第一次创作是在6年前第一次创作，那做了上半场，然后我们用了这个东西尽量去发展。那希望有一天在这个发展的过程当中，能够让我们自己的文化跟西方的音乐剧文化能够结合得更紧密哦。那也希望说，大家可以走进剧场来看，因为你们的支持哦，其实是我们台湾做文化创意的人或文化展演的人最大的后盾哦。把这个音乐剧的概念介绍给同学们，那希望你可以回去告诉你的父母亲，如果他不，你觉得这个值得来欣赏一下，让爸爸妈妈了解一下，在那3天可以到台南文化中心来欣赏川儿的音乐会。鸟楼高大3天险，静静等待。天清亮，明天我就要走了。等我念完大学，我一定会回来。该剧伫明年也将展开桃园、台南、高雄等地巡演。这个特别规划来到各大专院校校园进行推广的行程，就是希望借此将渐渐没落的歌戏文化分享给更加侪人认识。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全台各大百货伫周年庆期间，为了刺激买气，拢祭出好礼。其中位伫台南后火车头的百货业者，更加大手笔提供刺激将近100万的汽车。上午抽到汽车幸运得主，亲身前往领奖，真正足有福气。来自新快五小姐日前伫百货周年庆期间消费3万块，后来兑奖发现抽到汽车，也准讲目睭花花，不过真正做福气。上午百货甲赞助车商佮正式颁奖，虽然五小姐已经无第一时间的欢喜激动，不过真正做幸运得到刺激将近100万的汽车。很高兴，就大概是这样子吧。有想要怎么样去使用这台车子？没有，我们可能会考虑卖掉。对。百货周年庆全省用汽车大奖，不过业者以业的结合，祭出近100万的车奖，更是百货数一数二的大手笔。不但达到行销效果，人气甲买气更是破14万的笔数。在周年庆期间，我们整个来客数是有增加的，然后客单价也会增加很多，因为我们这次的行销活动啊，
对顾客的优惠啊是非常的大的，非常值得的，很值得顾客来这边消费的。在地经过半世纪的百回以文化特色不断突破，希望再创佳绩。但新闻官及何乔邦蔡依红报道。天气愈来愈冷，关心弱势家庭，伫台南开轻古店的陈林女士主动号召厝边头尾亲戚朋友，做伙筹备资金，赠送棉被、枕头、关庙面等等的爱心物资，希望让弱势家庭温暖的过一个好年。陈林女士长期关心弱势民众，伫咧过年之前也主动号召厝边隔壁亲戚好朋友找找资金，要来赠送爱心物资。今年总共送出80条的棉照被、60粒的枕头以及200份的关庙面，要予南台南家扶中心帮助弱势家庭。很谢谢我们立亨寝具的老板娘陈小姐、陈老板娘，因看到伊吼，大家拢是笑容满满的，很有福气的。然后这届伫这寒流来这个时阵吼，咱老板娘她又发挥她的热心，然后赠送我们中心好多好棒，她公司这边的棉被，然后枕头。我相信伫这个寒冷的冬天里面，咱立亨家来发挥这个爱心吼，已经把这满的温暖要传给咱台南家，咱家扶中心帮忙系弱势家庭。我嘛相信伫这个份满的这个爱心的帮助当中，咱立亨寝室所有的员工、老板娘啦，大家咱接触到的顾客嘛，会当身体足健康、足平安的。啊，伫遮我就代表咱家扶中心、南台南家扶中心所有帮助的这弱势家庭，阮祝咱的立亨寝室家啊，会当讲今年内面。阿妈用逐工拢会当一个丰盛、喜悦满满的，那五福临门，然后财源滚滚来，大家拢身体健康、足平安安尼，祝福大家。嘛感谢咱老板娘，谢谢。应该的。但是我觉得说，社会也是有需要，很多人很需要我们帮助。那我们都不晓得说要用什么方式去帮助任何一个人这样子啊，刚好家扶中心主任好，还有傅珍哈，他们都在家扶中心，那我也认识他们，所以我每次想要说，想要帮助一些比较弱势的小孩子什么的啊，我也跟他讲，就喜欢尽了一点绵力。那刚好我的孩子也在澳门，他想起了这个想法，妈妈，我要给你募款了一笔钱哦，那这些钱哈，就由你来看你怎么样用。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家扶中心，我刚刚对，我一个想到就是家扶中心，所以我就想说，他们就跟我讲说，他们需要的是被子还有枕头，我这听话，当困姐就好诶，那盖了被子啊枕头这样子这么温暖啊，还有我们李老师，他也捐赠了那个200包的关庙面，所以我都非常感谢的这些善心人士。为着要让弱势家庭伫咧冷的天气，嘛会当困好少少。业者希望这寡温暖的棉照被，除了身体以外，也会当温暖心灵，也呼吁大家爱响应家扶中心行动送爱行动。只要你捐出一点点的心意，就会当抛砖引玉，让更加侪人做伙来做爱心。台南新闻网只好采访报道。谢谢。有一名1岁外囡仔会晓行路以后，2只脚就开始弯弯，行路亲像鸭同款。爸母曾经予伊穿矫正鞋，不过并无改善，甚至愈来愈严重。经过基美医学中心的检查，确定是佝偻症。伫医生进行维生素 D 等等的治疗之后，才明显改善。基美医学中心医生王素玉表示，门诊当中曾经有一名4岁查某囡仔，因为2脚持续弯翘，初步检查以后发现是俗称的呕心腿。后来配合手部甲骹腿的电光、抽血等详细检查，确定是佝偻症的症头当中偏向营养性欠缺原因，参照钙质、维生素 D 不足等等。医生强调，其实量早了解嘛是当预防。那治疗的方式其实是根据不同的原因给他不同的治疗。那如果是营养性的，其实是可以预防的哦。那所以目前的话，就是在国际还有在台湾的儿科医学会都有建议就是我们每天可以帮婴幼儿补充足够的维生素 D， 那来预防营养性的佝偻症。
医生进一步表示，酷乳症老家族遗传较容易提早诊断治疗，不过若其他原因所引起的，还可加速注意感受相关镜头。除了骹腿的持续变形、手腕会较看定定以外，也可能走路会摇摇摆摆，亲像鸭同款。但新闻官及郭国义采访报道。新闻最后，咱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是在云底渐雨的天气，温度16度到22度，落雨几率3成，海面平均风力7级到8级，上加阵风是10级。感谢你收看12月28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秦美纯，咱再会。